来，咱来看第6课哦。第6课呢，咱第5课有讲过啊，e r u 是腰，啊后壁有即个呢，即个 h 好，即个若是做主音读做好，后壁若是 h 好的呢，伊就变低音，所以腰的低音叫做腰。来，即个咱头前有讲过哦吼，爱变 o 吼后壁有伊变 o i e 就是 y。 啊 ，y 呢，伊的低音变做 y， 足简单吼 ，y 就变做 y， 吼低音。来，这里呢 ，e r 呀，头前两个是 e r 呀，啊，咱呢后壁有字，伊怎啊吼？后壁有这个 p p 波呢吼，这个低音，所以呀的低音变做呀，喙合开哦，爱喙合开，呀，喙合开，呀，手压伫后壁呀。后来，这个嘛是 e r 呀，啊，字倒开去呀，啊，咱读较紧会使读做热风吼 ，e r 呀，字倒开去呀，啊，读做热风吼。来，这个呢，后壁有字变做哪？变做 o， 啊 o 啊 o 啊，这咱嘛拢讲过啊 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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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吼，啊字倒去，哇字倒去，滑正滑倒滑的滑吼。滑头正滑倒滑，我来喙大开的 e r 呀 e r 呀，喙大开呀，咱讲夹算盘的夹，就是倒呀，就是这个呀。过来 e o 吼，啊后壁字变做 o， 所以 e o 哟，喙大开哟。好，来我讲一遍腰。哦，这个是腰哦吼，啊低音，看到这个 h 好的低音腰，啊来这个呀，喙合开呀，哦好，啊来呀，字倒去呀，读做呀甲好读吼，好，过来呢，这个是呀，喙大开呀，好，多谢大家。